好，跟住咧就29啦，咁啊佢俾咗咧兩個嘅 chemical reaction 你啦，嗱大家都喺500度啊，咁啊就分別兩條式就兩個 KC，咁其實唔難發現咧佢哋條式根本就一樣嘅，只係個寫法有啲唔同嘅啫。咁我哋先望一望啦，嗱 K1 同 K2 嘅 difference 喺邊度咧 ？K1 同 K2 首先 HI 咧就喺左邊嘅個 K1，但係咧 K2 嗰條式咧 HI 喺右邊嘅，所以如果 K1 要變成 K2 嘅話咧，嗱而家我用 K1 做主角啊，如果我要將佢變成 K2，我要做啲咩先咧？首先你條式調轉咗，係咪？對於個 equilibrium constant 嚟講咧，就係 product 同 reactant 嘅位置調轉上下擺咗，咁所以咧我呢個 K1 咧，我要將佢1 over 咗先，上下顛倒咗先嘅，得唔得？好啦，未完，最後你望下呢度咧，上邊係1個 HI，下邊係2個 HI 嚟嘅，即係由1變咗去2，個 coefficient 或者個 mole ratio 就乘2啊。如果喺條 equation 乘2，你對於個 KC 嚟講就係個 reactant 啊 product 上面嘅次方係2嘅嘞噃，所以咧你除咗1 over 佢顛倒咗佢之外咧，你成嚿嘢咧仲應該要咧俾個2次佢咧，咁我就可以順利將佢變成 K2 啦，即係 K1 咁樣改變就係 K2 啦。所以你最尾睇翻咧 K2 咧就會係1 over K1 嘅2次，即係大家知道呢一個嘅1 2次即係1啦，數學 level 5 OK， 所以你就見到咧呢個嘅答案入邊咧 K2 都係1嘅 1 over K1 2次啦，所以答案就係 D 啦。